歡迎大家嚟到信仰脈搏，今日同大家分享一篇信仰文章，主題係力克胡哲因反墮胎戶口遭凍結。咁呢一篇信仰文章呢，就記載喺基督日報2025年3月14日嘅。咁呢篇文章嘅內容咁講，近期美國保守派人士與基督徒咧遭遇咗去銀行化呢啲事。咁呢事之所以發生係因為呢啲嘅保守派人士同埋基督徒咧，因所持嘅政治觀點與主流不同，而被剝奪咗銀行服務。其中包括嘅咧就係支持反墮胎嘅佈道家力克胡哲啦。咁咧，佢嘅賬戶喺毫無預警底下咧被凍結。咁佢咧就按照神俾佢嘅感動促使佢咧建立咗一個新嘅金融機構，名稱就稱為支持生命銀行，作為反擊嘅。咁佢要創造一個咧符合猶太與基督教原則，以及支持反墮胎價值觀嘅金融服務。咁呢個就係佈道家力克胡哲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佢嘅信仰見證呢？好啦，咁呢個嘅力克胡哲咧，全球知名嘅佈道家，喺2002年呢，佢走遍咗84個國家，向數百萬人分享福音同埋希望嘅。佢出身於咧澳洲墨爾本天生係冇四肢嘅，佢咧憑着神嘅恩典最後佢堅持自己嘅信仰。克服咗童年嘅抑鬱啦，同埋困境最終咧找到生命嘅意義。而佢能夠靠住主嘅恩典咧，竭力咁傳揚耶穌基督嘅愛與拯救開展咗佢嘅力克胡哲事工，幫助有需要嘅人。喺一次嘅華盛頓觀察嘅訪談中咧，力克就談到佢支持生命銀行背後成立嘅原因。係因為2019年咧，佢遭遇咗去銀行化嘅衝擊。銀行戶口咧毫無預警底下咧就被凍結，所有嗰啲卡信用卡貸款咧嗰啲賬戶均被停用，甚至信用評分咧瞬間暴跌添。佢嗰時嘅感受係咁嘅，佢話咧，當時我被當作恐怖分子對待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被滅聲嘅恐懼。當我讀到佢文章呢一個內容嘅時候，我就諗起聖經喺啟示錄所講嘅信息，係嘛？因為呢度就話你嘅同主流嘅意見唔同竟然銀行咧就為咗你呢個嘅與主流嘅即係理念意見唔同咧，就令到你嘅戶口咧被凍結令到你嘅資產流動咧即係失去咗，係嘛？咁跟住點就逼使你啦，係嘛？想你收回你自己嘅一種嘅信仰嘅立場，或者一啲政治立場，乜都好啦，係嘛？咁就讓我諗起一段經文啦，啟示錄第13章11到18節喺末世最後嗰個階段咧，聖經就話喺地中咧有一個獸出咗嚟咁佢咧就說話咧就像龍但係個樣咧有兩個角咧如羊羔嘅噃。咁呢個獸咧就喺另一個獸前面咧行使權柄呢另外一個獸就係13章前文所講嘅海中出嚟嘅獸啦，係嘛？呢個海中出嚟嘅獸咧係個政治嘅群體嚟嘅。地中出嚟嘅獸咧係一個宗教嘅群體嚟嘅。呢個從地中出嚟嘅獸咧就要地上所有嘅人去拜咩拜海中出嚟嗰個獸。海中出嚟嘅獸咧就受過傷嘅，但係醫好咗。而且咧拜得嚟咧就要幫呢個海中出嚟嘅獸咧整嗰個偶像，眾人要拜佢。後文就話如果唔拜呢個海中出嚟嘅像啲人就會點被殺仲有就係咧逼佢哋拜嘅時候咧就用另一個方法啦，就要咧佢哋受一個印記。有咗呢個印記咧，先可以做買賣。冇呢個印記咧，就冇得做買賣咁就好明顯啦。透過你有冇呢種買賣嘅系統同埋能力咧，
去迫使人啊，因為人冇買賣啊呢種嘅能力，同埋系統賦予佢呢一種買賣嘅即係嗰種嘅方便啊，咁啊人就好難維持自己嘅生活啊嘛，係咪啊？所以用呢一種方法咧，逼人妥協去咩啊？去跪拜神所講唔應該跪拜偶像嘅真理喎，係嘛？咁所以咧，一諗到呢啲經文咧，就想起呢篇文章所講呢位嘅佈道家咧所面對嘅難處就係有人停咗佢嘅金融嘅系統啊嘛，讓佢係屈服喺呢一種嘅系統底下咧，去背離佢自己信仰嘅核心，係嘛？好啦，咁啊佢回憶話佢2019年咧有一次嘅訪談之中咧，就表示支持生命權嘅言論。既然支持生命權嘅言論咧，佢就直指佢話墮胎係唔應該嘅嚇。咁墮胎係對無辜未出生嘅嬰孩嘅殺害嚟㗎咁。咁經過呢次訪談之後咧，喺16週之內啊，佢屋企人就經歷咗好多恐怖嘅事件喎，包括咩啊？有人將手榴彈咧放喺佢屋企門前喎。有啲媒體咧就刊登一啲虛假嘅文章攻擊佢啦。有人威脅咧要用法律去控訴佢啦、制裁佢啦，係嘛？咁甚至有人咧整無人機喺佢屋企嘅上空咧盤旋監視佢喎。咁當然啦，都有銀行直接咧就將佢踢出佢哋嘅銀行系統等等嚇。咁呢度講到咩咧？就墮胎係嘛？咁由於呢篇文章咧唔係真係要講墮胎嘅信息啦嚇。而且講墮胎嘅即係聖經嘅理念咧就相當複雜嚇。咁但係由於都涉及呢個詞彙題目嚇，咁我哋都講少少。墮胎就與乜嘢嘅真理理念有關咧？就係與殺人啦，係咪啊？因為呢度嘅佈道家係嘛？胡志咧就講到咩啊？等同於將呢個嬰孩殺害咗咁啊！咁我哋回到聖經去啦，出埃及記第20章12到17節啊，呢度就係十誡裏面講嘅第5誡到第10誡係嘛？最後嗰6條誡命就關乎人嘅。第13節話不可殺人啊，不可殺人。聖經呢度就4個字啊，係嘛？即係中文和合本。但係點為之殺人呢？殺人就要計算埋乜嘢嘅觀念，以到呢種殺人呢係神所認為不義嘅呢？咁我哋用其他經文喎，申命記35章20到21節，聖經咁講啊，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啊，咁呢度就話有人對某人呢施一種嘅攻擊。施予攻擊嘅時候咧，聖經記載佢裏面嗰種嘅心態啊，表明咗裏面行動時嘅嗰種動機情緒係點，係嘛？佢話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於死，有一節話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於死啊。咁呢就即係話殺人嘅時候要講埋背後嗰種嘅情緒啊、動機嘅喎嚇。那打人的必被治死嚇，咁既然被神話要治死，即係審判之下係定為死罪噶，咁即係話呢一種殺人咧係罪行嚟嘅，係嘛？係帶着怨恨、帶着仇恨去殺人嘅。呢度就話他是故殺人的，即係故意殺人嘅。跟住咧呢段經文嘅後文又咁講：倘若人沒有仇恨啊，忽然將人推倒，或是沒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嘅，或是沒有看見的時候，用可以打死人嘅石頭扔在人身上以至於死嘅，本來與他無仇嘅，也無意害佢嘅嚇。聖經就話咯，會眾呢咁就要按典章咧喺打死人同埋報血仇嘅人中間咧就審判。咁就幫呢啲唔殺人嘅咧，就逃離報血仇人嘅手，咁就可以將佢帶入屠城嚇。透過呢個屠城嘅一啲嘅經文嘅記載，你就發覺咧，原來喺神呢度憐憫佢，唔使將佢治死。點解啊？因為佢唔係故意殺人嘅，
佢唔係帶着仇恨，唔係帶着惡意佈置好一個情況去殺人嘅。佢係冇呢種仇恨別人嘅動機底下，唔小心導致他人死亡嘅。咁呢就係誤殺罪係嘛？咁所以不至於死嘅嚇。咁我雖然知透過啲經文即係話殺人得嚟咧，你要留意下奪咗人性命嘅時候，嗰個兇手啊，佢裏頭嘅動機係點係嘛？咁嚟到雅各書2章8到11節，聖經咁講，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遵守這至尊嘅律法，才是好的。即係話所有律法最重嗰條最重要嘅就係愛人如己呢一條啦。咁透過第10節話，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即係愛人如己啊，只要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眾條喎。呢個好難解係咪啊？佢話原來那說不可奸淫的，也說不可殺人。你就是不奸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因為如果你冇犯奸淫罪，但你殺咗人，咁你就犯咗咩啊？犯咗上文所講要愛人如己嘅罪啦。所以你犯咗呢條至尊嘅律法，就如同犯是所有嘅罪。因為所有嘅罪嘅總結係乜嘢？就係愛人如己咯，係嘛？所以每一條不可做嘅事情，其實背後咩？就係愛人如己啦。咁因此咧，我哋就知道咧，神要求不可殺人背後係咩啊？係愛人嘅，係嘛？殺人咧背後如果有不正當嘅動機咧，就定為罪嘅喎，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就理解呢種真理原則之後咧，我哋就分辨啦。墮胎係嘛？有啲女人咧，點解墮胎啊？因為佢發覺我唔打算結婚我亦都唔打算撫養小孩子透過性行為懷孕咗之後點啊？懷着自己一個私欲嘅動機係嘛？唔想結婚，唔想養小孩子，就故意唔要個小孩子去墮胎，咁點啊？呢個就係存着自己嘅私欲，唔愛肚裏面個小孩子而殺人啦。咁呢個就係唔啱嘅，係嘛？咁有啲情況底下咧，醫學界咧就鼓勵咧應該墮胎嘅喎，因為要保住媽咪啊。點解？因為個出生嘅小孩子即係有不正常係嘛？咁但係有啲母親因為愛小孩子嘅緣故就點啊？堅持唔墮胎㗎嚇。呢個咧個例子就講咗個小孩子個心臟咧喺個身體之外喎。咁你睇到嘅中間突出嚟嗰個心臟嚟㗎。咁媽媽就堅持不墮胎係嘛？咁即係話咧有啲醫生咧就可以提話，即係咁嘅情況底下好難啊，或者會影響你生出嚟嘅時候母親嘅影響啊等等嚇。咁但係生出嚟之後好難養啊咁但係媽咪咧就因着佢嘅母愛啦係嘛，佢堅持唔墮胎係嘛。咁在呢個小朋友咧經過一連串嘅醫學治療之後咧，咁就奇蹟咁康復喎係嘛。咁你發覺咧呢度冇突出嚟啦，個心口嗰度應該擺翻入去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有唔同嘅原因嚇。咁但係無論點好，今日我哋唔係集中講墮胎嘅，但係只不過咧透過一啲嘅經文，我哋就明白即係殺人呢啲事情咧，仲要講動機係嘛。好啦，咁我去翻呢篇文章嘅內容啦。佢就話咧，支持生命銀行咧，佢正式開業咗之後咧，就先提供個人支票戶口、儲蓄帳戶同埋咧貨幣市場嘅帳戶等服務嘅。主人翁力克咧就特別強調會將呢個銀行嘅10% 嘅淨利潤捐贈俾嗰啲符合聖經價值嘅非營利組織，同埋支持反墮胎運動咧與基督教嘅事工嘅機構㗎。咁佢又強調呢間咧唔單止係一個銀行嘅業務，而係一個以信仰為核心嘅經營生態系統嚟㗎。咁呢個支持生命銀行係由力克弟兄啦，同埋另一位嘅女士咧一齊去共同去建立嘅。咁呢位嘅女士叫做特西葛雷與力克一同共同創辦出嚟嘅。咁呢位女士咧係富有金融
嘅經驗嘅一位嘅女士啦嚇。咁啊，力克繼續表示話支持生命銀行咧係上帝嘅銀行。咁佢哋話咧，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咧，讓基督徒咧能以符合價值觀嘅方式咧管理資產，係嘛？咁啊，並實現咧神的財富呢個良好管家嘅角色啊。咁你知啦，即係有啲銀行即係會將你支持反墮胎呢個嘅信仰立場嘅緣故咧，將你剔除呢個銀行體制噶嘛。咁為咗提供一個合乎聖經真理觀嘅嗰種嘅弟兄姊妹咧，能夠有金融系統嘅服務嚇，咁所以就創辦咗呢個支持生命銀行呢個嘅機構啦，係咪？咁啊呢度就講到咧，就好好管理神俾我哋嘅財富。咁啊無論點都啦，咁啊讀過呢篇文章之後咧，咁啊最後咧有一段嘅經文啦，就想大家互勉嘅。咁啊力克作為基督徒咧，佢點樣靠着神俾佢嘅才幹、恩典甚至錢財咧，去經營呢一間嘅銀行係嘛？咁個總目的就係要持守佢嘅領受嘅真理咯，係咪？咁所以咧，最後同大家分享提摩太書4章6到8節啦。保羅話咧：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嘅時候到啦。那美好嘅仗我已經打過啦，當跑嘅路已經跑盡啦，所信嘅道我已經守住啦。咁有人守住乜嘢咧？就係支持聖經十誡裏面嘅真理，係嘛？不可憑着自己私欲胡亂奪去人嘅性命啊嘛。咁啊，所以咧就面對挑戰，係嘛？咁但係面對挑戰佢守住咯噃嚇。咁啊，正如咧一切信徒咧去守住神所俾我哋嘅道啊。咁第8節話：從此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哋存留啦。咁呢個公義嘅冠冕為眾聖徒，就係持守真理嘅聖徒咧存留嘅噃。咁啊，希望透過呢段經文咧，能夠彼此嘅互勉，靠着神嘅恩典，直等主來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信仰脈搏分享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